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跟祝福，好不好？邀请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在荧光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欢迎你一起来领受上帝丰盛的祝福。也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领受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大的祝福。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用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什么样子的境况，我们都有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上帝用十架上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在爱我们。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献上生命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献上生命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离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
感谢你用你的爱来包容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有罪的生命，因为与主你建立美好的关系的连结，也让我们能够得着复活的生命，来为主你而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会忘记，当我们认识主你的那一天起，你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脱离一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罪恶的拦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受到神你丰盛的恩典。若没有你，我们的生命无法完全，但因为我们学习更多的爱主你，我们也晓得主你爱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彰显主你丰盛的恩典跟祝福。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不放弃跟随主的脚步。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欢迎各位，我们一起来奉献，在神的面前，基督徒，我们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来，我们今天请我们敬瑜老师，来带我们做奉献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做宣告奉献，好，来。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凡是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愿上帝的恩典祝福你的生命。愿上帝的恩典祝福你的生命。我们感谢神，在今天我们早上从早上到下午也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年轻朋友跟我们的幸福共读小组这些爷爷婆婆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高兴的一个白天的聚会。那也感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培养那一种活动彼此所建立的关系。那信仰，你们觉得需不需要人与人之间有更好的连结？要不要？是需要的。所以呢，我觉得福音信仰如果没有帮助我们的生命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么那个福音对我们来说，就会非常的不容易去接触了哈。好，那今天呢，牧师要用一个主题叫做教会缺少的要素，培养热忱的教会文化。那这个东西期待我们手边都有没有周报？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一些填空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完成那期待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聚会，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缺少的元素，我们都忘记，我们也不晓得它竟然在教会里头却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各位小朋友，如果你们要在这边跟我们一起聚会，你们一定要安安静静的注意听，好不好？不要想说这台上是我爸爸在讲话，我才不管他嘞，不可以这样那如果是这样回去爸爸就会惩罚你们好，那我们手边可以摊开我们的周报。那假如说是在直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也可以选择在周间或者是周间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教会来拿我们的周报。我们有这个填空题，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将牧师今天的所分享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中我们一起来读2段圣经节，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你有没有觉得基督徒的生活都是这样的生活？也时常都没有盼望，感觉好像现在台湾好像准备要战争，也有可能，对不对？
好，看到世界的变化。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假如说你遇到经济的问题，你会不会希望开始有一些改变？也会希望。假如说你在夫妻之间有关系的破裂，或者是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和睦的时候，你会希望有指望。可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指望中要怎么样？要喜乐。也就是说，什么是指望？就是说那个指望可能是你看不得到的哦，可是你知道这是上帝会应许的，你要怎么样？你看不见，你还没有预料当中，你要喜乐。我相信神要为我预备，在患难当中要怎么样？要忍耐，在祷告当中要恒切。好，马太福音第21章22节，我们一起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牧师也期盼各位，我们经过3个礼拜，我们都在谈论一个叫做培养热忱真实的灵性生命。第一点，我们说到要以什么？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怎么样？我们都小看了那个小事的发生。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小事，这些小事我们不以为然，甚至我们也觉得没关系，反正上帝也没有对我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就这样得过且过就好了。可是呢，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谈论到，我们要培养出热忱、真实的生命、灵性生命，我们必须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也就是从小事上做起，对不对？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凡事以小事上做起，我们才能够在大事上，上帝会托付给我们。好，所以呢，第二次我们也谈论到，要怎么样培养与上帝同在的热情啊？怎么培养？我们有谈到2个重点。第一个，要学习听上帝的话，对不对？可是要怎么听上帝的话？先学习听人的话，对不对？要先学习听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3个，你要听人说的话，你还要听懂他没有说的话，你还要听他心里面的话，这3个，对不对？听话，学习听话。而且呢，你必须要怎么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你要常常祷告啊！不是你只有跟人常常有很好的关系，每天在那边泡茶、喝咖啡、聊天、聊是非，可是你却没有常常在祷告，在灵里面祷告，你是无法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第3个，我们第3个礼拜我们谈论到，怎么样培养热忱、真实灵性的关系，是建立祷告的殿。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家庭，在你的环境里面，你要时常用祷告来建立领袖层。也就是说，你自己在家庭环境，你就是一个领袖。好，敬于执事，你是不是领袖？是呢。你在家里面，你是一个妈妈，对不对？在教会，你是一位执事。好，那个子轩，你在主日学，你就是一个领袖了呢，对不对？好，你在敬拜团，当你拿起麦克风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领袖了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用祷告，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领袖，我们要时常有祷告的意向。如果我们所服侍、我们所做的没有用祷告来教导人，学习用祷告来经历神，那么你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得着什么叫做热忱、真实的灵性生命。所以这是3个礼拜我们所谈到的。今天这个礼拜，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单纯有这些东西，培养热忱、真实的灵性生活，但是呢，我们也要看清楚到底教会缺少什么东西。因为我没有发现你有热忱可是这个环境里面你会因为环境没有那么热络你会怎样？会又怕花气，你知道吗？所以怕花气所以热忱的教会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什么是热忱的教会？什么是热忱的信徒？什么是火热的教会？我们要去认识。所以火热的服侍神，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这个是火热的教会。好，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个神明有没有？好，这个什么妈祖啊？白沙屯妈祖有没有？这个昨天我看新闻说有一个脑性麻痹，说这个神就托梦给一个他的那个白沙屯的那个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对不对？说有一位这个什么，有一位脑麻的一个孩子，一定要去找他。所以我就发现他们这些人很疯狂
他们为了要去得着这个神的祝福，他们会热心的怎么样，跟着走了好几天绕行，他们也愿意。可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要想，教会好像也有哦。过去在台湾的时代，台湾的教会里面，因为妇女，女性在家庭里面往往是比较卑微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教会最早兴起的一个团契组织叫做什么？妇女团契。而且妇女团契这些妈妈们都很厉害哦，在教会里面她们很会分享，而且很会做事情，而且在妇女团契她们非常的热络。可是我记得好像中会好像没有兄弟团契，有妇女女宣，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女性那么重要？因为女性在家庭里面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也要了解什么是热忱，热忱到底在讲些什么？热忱它的意义叫做热心、热衷、热忱，代表的是支援某个人或一个目标的激动迫切之情达到一种狂热程度的积极热情，这叫做热忱。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环境当中，你的心很火热，你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目标，那么有些时候那个东西可能要稍微想看看，到底你的目的在何处好，所以呢，这个牧师去到每一间教会总是会有信徒都会问牧师，问什么呢？问说牧师请问你爸爸妈妈会不会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为什么？因为牧师好像是有那种很神圣的一个人物，好像就加持，有没有？然后突然间他的家人爸爸妈妈也来了，也会感觉到什么？有加持。我跟你们说，这是真的哦。牧师之前去牧会的地方，每次都会有信徒都会问说：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来啊？他们都会有一种期待哦。所以我觉得人在一起都会有一种想要到老热的心嘛，有没有？什么叫老热的心？这个我们这个上个礼拜连假228这个嘉欣嘉欣他就带着他们花莲崇光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好朋友，他们就有从宜兰的，有从花莲的，他们就怎么样把他们的时间就带到台南这个地方，甚至呢，我们一起在这边玩音乐的时候，嘉欣就突然间就问说，要不要一起来台南啊？他们都好高兴，就说，我们下次来短宣办在台南好了，因为他们感受到在教会里面，牧师有热情，对不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很好的感觉，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热忱的心很重要。热忱的心很重要，也就是说你要有热心你的心如果不冷不热，心看起来那个脸看起来就是好像有心事，然后来到教会好像都一点不开心，这样不好。其实我牧师都非常喜欢，即便你有什么困难，我觉得来到教会，试着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上帝。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也正式开始新家人的关怀学校。这个东西呢，有些人认为牧师，这个我没有办法传福音，传福音的工作对我来讲，新家人我要怎么关怀他，我没有办法参与。可是牧师要告诉各位，新家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先从你的家人开始。新家人关怀学校有讲到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叫做帮助家人，帮助新家人能够尽快的脱离陌生感。也就是说，请问，如果你家里有人他还没有认识主，他算不算新家人？算，因为你要帮助他认识这个信仰，让他脱离那个陌生感，所以你才有办法去带你的家人来认识这个福音。所以我觉得新家人关怀学校牧师很鼓励在座的，只要你家里还没有弟兄姐妹，家里的亲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你一定要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因为其实牧师不是说很会说，但是我觉得我会从很多上帝所给我的感动里面，去认识到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的问题，怎么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让我们明白怎么去带领他，帮助他。甚至这个活动，我们在做的教育呢，这个学校关怀学校的课程里面也讲到一个，就是使你的家人能够感觉到
自己是教会大家庭的一部分。其实牧师在每次我们参加的活动里面哈，有些主日学老师就会知道，有些家人，我们教会的信徒，他在带领他的家人会来到教会，都在什么时候？都只有在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为什么会只有活动？也就是说，因为他不了解教会是在干嘛。所以呢，我们有讲到新家人关怀学校第二个重点就是使你的家人朋友，让他感觉到他是教会的一份子，就是像家人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有在接触一些我们的教会姐妹的家人的这些孩子，我们都会主动让他们认识我们是谁，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呢，我们明天我们也有2位淑荣姐跟新天兄，他们也要入籍我们大桥教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一个很关键的使命任务。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一间教会没有热情，你觉得他们会加入吗？不会，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月娥姐，月菊姐，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牧师的热情，没有感觉到，只有感觉到牧师的热情，可是没有感觉到弟兄姐妹的热情，你也会喜欢吗？对，你看他讲得很白可能就不会来了。所以我们在座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听到待会一定要跟月菊姐打声招呼，问候一下，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关系。所以曾经有同工问我说，牧师为什么都有新人来，可是好像都留不住？我心里面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要跟他打招呼啊，你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啊。牧师很热情，可是每次我们的新来的朋友只要来到教会，怎么看到其他人好像都很难过一样？是发生什么事啊？是难道这个牧师讲的话都是屁话，或者是讲的不准吗？没有恩典，没有祝福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生命当中，教会其实也缺少了一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那么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第一个，一个热忱的教会文化，它会有哪些元素？第一个，它会有分享福音的经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节马可福音书第12章30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好，我要跟各位说，这是诫命，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是诫命啊，可是牧师觉得，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乐意去做。一个爱上帝的人呢，他的心里面他会产生什么？会不会产生喜乐？会。当你把你的心怀意念，什么事情都把它放在上帝的面前，带出那个热情的时候，不管你现在的困境是什么，你就是爱上帝。我就是学习去爱人，那种冲动跟热情啊，我告诉你，你就会开始懂得怎么去分享福音了，对不对？所以一个没有爱上帝的人，我告诉你，他自然就不会分享上帝。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那是诫命，那个本来我就知道了。对，你知道，可是你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会带来什么作为。这样懂不懂？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基督徒把这个诫命把它视为是一种知识，他却不了解这个知识所带给我们真实生命什么重要的功课。一个热爱上帝的人，他会为别人向别人传上帝的福音故事，而且会从他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有见证的生命。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你们知道吗？林书豪，有没有？他他现在回到台湾因为他在美国 NBA 后来也是处得不是很顺遂，后来又去到了中国大陆那边工作，打篮球。最后在今年的2月28号，我记得好像2月28号，他正式在高雄打了一场比赛。这场比赛重要的是，他跟他的弟弟叫林书伟，2个兄弟在不同队一起打球。他的妈妈林妈妈，她穿着2边，一个1号，一个7号，的衣服。他注意他妈妈在那当中，他跟上帝祷告，他3个祷告。第一个祷告，
我今天替他们的祷告，希望他们今天能够用上帝所给他们的天赋，然后尽他们的能力去打这场球，然后用这个行动来荣耀上帝。这有没有尽心尽力尽意爱上帝的行动？有。我现在讲的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这种心情不是一种诫命，而是他把他的生活活在他的家庭里面。他做第二个祷告是希望所有的球员都不要受伤。第三个祷告，他借着这个舞台，让更多的人看见健康正向的篮球。我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热忱的教会需要第二个元素，叫做投入一项生命事业。什么意思？我们在世上，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台湾人，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在世上，我们就是做台湾人，做国人啊。你是哪一国，你就做什么人。好，可是呢，在上帝的国度就是做什么？做基督徒啊。上帝国度，我们就是做基督徒啊。但是有些基督徒他不像基督徒啊，这样懂我意思吗？他在台湾做台湾人啊，他也缴税啊，他也喜欢放假啊，可是他明明他就说他是教会的基督徒，可是很怪，他都不去教会的，有没有这种人？有啊。上帝的国度就是要做基督徒，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做国人，他渴望他所做的家庭、事业、工作都能够做伟大的事哦，因为他可以赚很多钱。可是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什么是做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啊！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前后左右跟他讲，要看着他哦，你要做上帝国的基督徒。你要做上帝国的基督徒。一个上帝国的基督徒，他会渴望自己所做的服事、生命管理的工作上，自己健康管理的生命上，都要做见证。而且呢，付上代价去经历祝福的生命。我们主日学的教育工作、探访的关怀、服务无家可归的人、带领敬拜、分享圣经、分享生命，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不是吗？都是为了要将那个希望、恩典的祝福、上帝的同在，还有那个永恒的生命，怎么样？带给谁？带给需要的人啊！阿们。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来看两段圣经节，哥罗西书第3章23到24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没有改到哦。好，没有改到，我直接再念一次哦。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心里面做的，像是给主做的。我们有没有在做啊？好像也有，对不对？有啊。你为什么要为了教会做那么多事？我是为主做的，可是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也不知道。圣经节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知道，从主耶稣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的是救恩嘛，对不对？得到的是什么？是生命的改变啊，重生啊。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圣经节哥罗西书就是这么说的。另外一段圣经节箴言16章第3节说：来，我们一起念来，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有没有？如果你投入一项生命的事业，在教会里面，绝对不会平白无故，没有什么恩典跟祝福，绝对不会是这样，一定有。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服侍神，神就大大赐福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邀请人家来做服侍不容易，因为我们会考量他是不是有什么条件，有什么困难，我们不敢跟他邀请。可是其实牧师非常鼓励各位，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面要培养出一种文化，是我们服侍神，实际上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学习投入一项生命的事业。好，这个很重要哦。例如你在教会有没有在做生命的事业啊？简单讲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传福音绝对不会是很会说话的人，或只有牧师去做。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责任在，因为每一个人对生命的事业都必须要付上代价。
好，因为我们会学习交托给神，神就必定为我们预备。第三个，一个热忱教会文化有另外一个元素，我们必须要建立什么？爱、接纳、温馨、喜乐的氛围。好，所以呢，这个礼拜牧师接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位姐妹就告诉我说：“哎，牧师，这个你们教会最近是不是有一些年轻人，一些好像中辍生的学生去到你们教会？”我说：“是啊。”他说：“你们教会现在他们都在门口抽烟呢。”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这些孩子他们能够来到教会，我非常感谢上帝，因为至少教会还可以让他们有多一个去处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教会看到这些，现在年轻人用语叫做89啊。好，我有一次我就问为什么要叫89？应该是从那个八嘎囧八嘎囧说89这样谐音来的。好，所以呢，在那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要学习接纳、包容他们。他们或许会抽烟，但是我们也学习在告诉他们：你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抽烟。好，学习到外面去，你们也要开始学习。好，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就要靠你自己努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观念的厘清，是需要时间的。好，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说什么？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什么叫做在人面前认我的？在外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代表基督的门徒儿女嘛，对不对？所以凡在别人的面前承认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应该要有爱啊，我们就应该要包容啊，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要能够接纳，不是吗？你不能说你是基督徒，可是看到人说：“哎呀，做这种事情怎么好嘞？犯罪，批判，对不对？”这种就是没有爱，这种就是没有接纳，这种就不是一个温馨的感受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教会里面建立爱、接纳、温馨、喜乐的环境。好，另外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0章第16节。来，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所以耶稣做我们的大牧者，我们的牧羊人，不是只有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牧者，是每一个在外面还有不认识他的人。所以我们要不要去传福音？要。每一个你所遇到的，上帝只要让你遇到了，你都要去告诉他，上帝要祝福你。好，我们要跟他讲福音的功课。好。第4个，一个热忱的文化有哪些元素？第4个，要建立殷勤不懒惰的生命。好，牧师会针对这个部分更多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殷勤不懒惰的生命该有的。一个教会不仅是一个信仰团体，里面会有一群心里面是有温度，心里面有爱、有盼望、有积极、有意向、有愿景、有行动力，勤奋面对生活的家人朋友。你有阿们吗？我再讲一次，教会里面不仅是一个信仰团体认识信仰，里面住的是一群有温度、有爱、有盼望、有积极、有意向、有愿景、有行动力，而且会勤奋面对生活的家人朋友。这种环境好不好？还是教会里面是一群大家来了就坐着，你看我，我看你，那是谁的工作？那是他的工作。这种环境你要吗？有一次我看到我的我们的孩子我说木恩，你去帮爸爸把那个东西拿过来。他说爸爸，那是哥哥的，那是谁的？我说木恩，爸爸为什么会请你？为什么没有请哥哥弟弟？他说不知道。
我说因为你比他们都还要勤奋。能者怎么样？能者怎么样？过劳哦，不会啦。跟你旁边的人说，能者多劳，是份祝福。哦，真的啊，能者多劳是份祝福。因为没有能力的人，他就是处在一个叫做懒惰的生命里面，这样懂吗？所以我觉得能者多劳真的会祝福一个人的生命。从以前牧师，我非常喜欢学很多东西，我不断的在学，我相信我所学的，我的能力，上帝会从那当中会给我帮助我，成为一个未来他所要重用的仆人。以前我的祷告就只有这样，说上帝啊，我现在好累哦，功课成绩也不好，然后可是我要学的东西好多好多好多，我都好想要，但我不知道这些对我有什么用处，我唯有将这些事情交托给主，求你赐给我更多的力量，让我明白怎么善加运用这些能力。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哇，原来上帝所给我的竟然是这么的丰富。阿们。你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跟你旁边的人说，能者多劳，懂吗？所以呢，我觉得有人说能者过劳，没错，他会过劳。可是我们是有上帝的仆人啊，上帝的恩典的仆人啊。其实我们只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该做的、该学的，我们都去尽力去学，把握住每一个时间。我觉得你的生命会非常的丰盛。阿们。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美国神学家一个叫斯坦利豪尔瓦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教会不是带有社会伦理，而是教会本身就是社会伦理了。好，所以不用特别把那种教会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用这样子的观念角度在看待教会，而是本身我们只要是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本身就应该要有好的品格。阿们。所以这不用教，你自然就知道我现在该说什么，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你就会努力去完成。好，所以呢，他还说过一句话，说教会的首要任务不是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更公义，好像是条例式的，对不对？不是要向政府提供更好的策略，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教会群体的德性，活出见证。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家人朋友说，你要活出爱主的见证。你要活出爱主的见证。我不是教你说你要爱主，对吗？我是告诉你，你要活出爱主的生命见证。罗马书第12章11节，我们一起来看哈。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段圣经节，他讲到不是你去做什么事情，就是火热哦。他特别去强调，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他不是说服侍主，他是说要常常服侍主。也就是说，有人服侍主，他会随着因为他的环境、年纪还有他的限制而停止了他的服侍工作。但是圣经节告诉我们，勤奋才是主要服侍的一个重要的态度。所以呢，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被主所用的人，都有他基本的生命构造跟性情。什么是构造？构造叫做能力啦、技巧啦。那什么是性情？基督徒所讲的就是圣灵的9种果子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做工的人，注意哦，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做工的人自己的身体管不了而能够做工的啦。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你再仔细把它看一下。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做工的人自己的身体管不了而能够做工的。譬如说，牧师礼拜天早上要讲道，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说，我突然间因为睡过头了，对不对？不好意思，我今天可能没办法讲道了，因为我睡过头了。自己的身体管不了，你还要当什么牧师？不是吗？你要这几天我们就在培养一个年轻人，要做我们的青年的同工，还要去学校做宣教哦，他算是宣教哦，他要带朋友进到教会，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把朋友带进教会，
每天在教会待2个小时，就这么简单。可是呢，工作跟你讲咯，我们还会给你配哦，给你钱哦，时间没有到，该来的没有来，这叫什么？自己的身体管不了，这样懂不懂？所以呢，一个说他要做工，可是他自己身体管不了，他怎么做工？这样懂我意思吗？好，另外一个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假如啦哈，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你们有没有看过高速公路？它路上都有什么东西？来，你在马路上会看到什么？你开车的人一定会遵照那个，不是红绿灯，线。一个马路如果没有线，你觉得影响重不重大？好，我简单讲，一般马路可能不觉得，高速公路，假如你想象一下，高速公路都没有线，你觉得那种多恐怖的感觉？意思就是说，虽然人在做工都会有一种限制，我要做什么好像压力很大，可是那种东西都是要帮助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照着应该做的方式去完成。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好。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该做的事情划线，遵照那个方向好好去走，你所做的事情会越走越糟越乱，好，所以很重要。好，第二个，我们每一个侍奉上帝的工人呐，好，我们都了解，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做爱上帝爱人的工作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学习约束自己的身体，好，要约束，好，爱主的人。这个诫命的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何约束自己的身体，来达成真正爱上帝、爱人。简单讲，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很多时候你不会爱人，你不会爱上帝，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不会约束自己，对吗？你说，爱上帝，爱上帝会做哪些事？来，大家想一下。爱上帝会做哪些事？就是来教会聚会啊，不是吗？做礼拜啊，不是吗？好，爱上帝会做什么事？啊？爱上帝就是会遵照圣经里面所该做的，我们会去学习，去完成它。所以爱上帝的人一定会懂得约束自己。那爱人呢？怎么爱人？怎么爱人？啊，你看到人，你也不会问候，看到人就是啊，我才不鸟他呢，不理他呢，对不对？然后你私底下你还说你是基督徒，请问他的行为不就是他不约束自己吗？不是吗？他宁可放纵自己，我才不鸟你，我才怎样？这种就是放纵自己啊，不约束自己啊。所以你怎么爱人？这样懂了吗？所以我觉得约束自己的身体，学习去做一件你感觉不太愿意做的事，我觉得这就是爱人的工作。好，你懂得爱自己，懂得爱上帝，爱自己，我就相信你一定懂得爱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结论告诉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人没有受苦的心志而能够做主工的，也没有看见一个人是不会听话的人，他在教会是能够侍奉上帝的。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有那种长执时常都会跟牧师对立的，瞪得啊，拍桌子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教会以前有些开长执会的有些长老他会跟牧师拍桌子然后叫牧师滚蛋，牧师你随便乱做他没办法顺服，他不懂得跟牧者做对话，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听话的人。不是听话，是牧师说什么他就去做，不是这个听话，而是说听懂牧师说话，懂我意思吗？他不懂得听人家在说什么，不会听话的人，他在教会里面是无法侍奉上帝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能侍奉上帝的事情跟人，都是看似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例如阿们不？不简单因为呢，他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破碎工作，外面的人必须要破碎，而且必须要去破碎，还要经历建立。
所以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啊，要去经历啊。像中玄、中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你们其实有没有经历过生命的改变？有吗？有没有？这快2年了，对不对？你们进到教会快2年，有没有经历过？一个能够侍奉上帝的人，一定要经历的，对不对？啊，我记得有一次哈，牧师做个比方哈，有一次我记得钟璇刚上台弹吉他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次他就穿着拖鞋，对不对？哦，他穿着就上来了。那假如注意听哦，假如牧师告诉他说，钟璇，你不可以穿拖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要预备好。好，那牧师也知道，因为他必须要踩踏他的效果器，他非常宝贵他这个效果器，因为他觉得他用他的鞋子踩了以后，可能会脏，这个我的看法啦。那后来我就去告诉他之后，他隔1个礼拜，假如他继续穿着拖鞋，然后也不听牧师所讲的，他有办法继续服侍上帝吗？我觉得在心态上他是不合格的，不及格的。可是当他愿意的时候，他需不需要去经历那个拆毁？注意拆毁是什么？是拆毁自己心里面，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可是没关系，我就是没关系，牧师说什么我就愿意去做，拆毁它，拆毁我自己原本的那种固执的坚持啊，这样懂了吗？拆毁破碎，说主啊，怜悯我，我为什么会这么想？牧师告诉我，为什么我还要坚持？我在坚持什么？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破碎自己。求主你的爱充满我的心，让我在服侍你当中建立一个好的生命，被建立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服侍是能够侍奉上帝的人啊，每一件事情能够服侍神的事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你在教会只是捡一个垃圾，捡起来放到垃圾桶里面这件事情，这个工作就非常重要。所以中南、中学，你们在教会做打扫的工作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于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你们自己进到教会的时候，人家看到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想到主啊，我现在所打扫的区域，是要让每一个人不仅看到这是我所打扫的区域，而是上帝，你让我能够更加的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一种肯定，对吗？你要对你所做的事情，不是我只可以来领到工读金，不是这样的，它非常有意义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外面的人是需要经历的，侍奉上帝的人是在过这种生活。如果你个人不行，在许多事情上随便，在许多事情上放松，要出来做工就是不行了。当懂了吗？好，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不能侍奉上帝的人的性情？我们一起来了解懒惰。好，什么是懒惰？好，许多人呢，他不能够好好的服侍神，好，就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的技术、知识、真理、知识上的问题，而是他性情的问题、个性的问题，还有性格的问题。好，那什么是不能侍奉上帝的性情呢？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懒惰的人不会找出事情来做，即使看见事情了，也希望没有事情。这个有点饶舌，可是如果你仔细认真看，你就会看得懂。什么是懒惰的人的性情？懒惰的人的性情就是他不会找出事情来做了，即使他看见有事情需要他做，他也会希望没有事情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同工有些时候长职，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人的心情没关系啦，这个没什么差啦，对不对？这个没有必要啦，有没有？这种就是比较有这种性格的人。好，那什么是有懒惰心思的基督徒呢？来，我们一起来看你要注意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遇到问题不敢面对，鸡蛋里挑骨头，是不是？是不是？有为什么？我跟你讲静瑜姐，你觉得读圣经重不重要？
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牧师好像是要告诉我要多读圣经，对不对？好，可是有人说，可是我觉得读圣经也并不一定要这样啊。我每天我觉得只要一段话很棒，然后我只要那一段话能够帮助我就好了。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有，对不对？你准备要跟他分享说，我们一起来多读圣经，他就会跟你讲说，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啊。他还没有听我讲完说，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棒，吸收更多。所以鸡蛋里挑骨头，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把小事变成小问题，小问题又会把它衍生叫做大问题。好，另外一个，他遇到侍奉工作、传福音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甚至呢，他会把大工作挑小工作来做，小工作呢，他宁可把它说什么没工作。有没有很有意思？好像我们教会有些时候过去也时常经历过，有些时候有这些人存在，对不对？我告诉各位，这些都是属于懒惰心思的基督徒会有的情况。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曾经有人这样说过，都写完了哈。曾经有人这样说过，懒惰的人连撒旦都弃他没有用，都撇弃这种人因为连撒旦都不想用你有没有发现，有些那个作恶多端的人，至少他还有用处呢，他还会懂得说谎他还懂得想要去做事情，去伤害人家呢。懒惰的人有些时候连撒旦都不想用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做懒惰的人，你不要做懒惰的人箴言第19章第24节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意思是说，懒惰的人用饭的时候他手放在饭碗上面他懒到怎么样，他也不会去把他饭拿起来放到嘴巴了。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吃饭的时候手不要跪到桌顶，吃饭的时候手一只手不要跪到桌顶。这个意思有点是这种概念。有些人吃饭他就连碗都不想拿，他拿着筷子这样。真的，这种有些时候是非常懒惰的人会有的性格我告诉各位所以我觉得传统在从小，我们有一些老人家都会教导我们，吃饭碗要拿好，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从小事上就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成为一个像懒惰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真实、勤奋，让教会能够建立一个热忱的教会。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愿你圣灵的大能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抓住你向我们所表明的心意，也让我们学习常常用喜乐的心，没有停止祷告的生命，一起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生命祝福。主啊，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勤奋、勤劳的功课，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活出真实热忱的生命的教会。也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让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透过勤奋的生命，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产业带来大大的生命的祝福跟产业。谢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那我们牧师用2段问题来跟大家简短分享我们用2分钟时间子安。